前世，我愚孝让秀梅受了那么多罪，大哥他们却吸血吸得满嘴流油。这辈子，我定然让你不受半点委屈。学什么不好？学爬寡妇炕，孟家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破鞋骗子，该给他沉塘！资本家小姐黑五类，还没过门，老公就被他克死了的寡妇。哎呦，羞辱先人啊！老孟家几代人都没有出过这种丑事儿啊！哎呦！狗东西，还敢打你哥！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。你名声已经毁了，但工作不能丢，让给老大。老二，你就听你爸的，家丑不能外扬，这事儿咱们统一口径，从始至终都是他勾引你的。都闭嘴！李秀梅，我娶！什么？丁宿主觉醒神级赶山系统。哎呦！狗东西，还敢打你哥！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。你名声已经毁了，但工作不能丢，让给老大。老二，你就听你爸的，家丑不能外扬，这事儿咱们统一口径，从始至终都是他勾引你的。都闭嘴！只要我把李秀梅给娶了，那就不是你们嘴里的乱搞男女关系，你们说的这些问题也就全部存在了。这怎么行？混账东西！你说什么？老二，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得考虑自己的前途。只要你把工作给了你大哥，到时候你大哥大嫂赚了钱，再给你娶个更好的媳妇儿。其他人，老子还真就看不上，我就稀罕李秀梅。就算你非这个女人，你的工作也得拿出来给你哥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老子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。爸妈，大哥，你们演这一出不就是为了我的工作吗？糟了，不会被老二发现了吧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明明是你自己管不住自己那玩意儿。昨天大哥一个劲儿灌我和李秀梅喝酒，然后把我们放到一起。今天一大早就带着这么多人过来，而且工作转让协议都写好了，还说不是提前设计的。哎呀妈呀，这里竟然还有这种内情呢！为了工作竟然下套给自己亲弟弟，还带外人来抓奸，这也太损了！什么玩意儿啊！你不要胡乱拍咬，明明是……既然你们说不是设套为了工作，那行，我把这个介绍信给撕了。不过是一份煤窑井下的工作，而且这个矿经常出安全事故，重生一世，自己死也不会去井下挖煤，更别说还觉醒了系统。是我和爸妈算计了你，是当哥的不对，但你也不能把介绍信给撕了呀！你把它给我，成全大哥我，成全你。所以我要背着未婚爬寡妇床的黑锅，让人家李秀梅丢名节。老二啊，你就把工作给你大哥，什么事儿都好商量。早就说了让你把工作给你大哥，要不然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。给我1000块钱，这个工作我就给大哥。1000？你敲诈呢！老二，他可是你亲大哥！这1000不仅是我工作的钱，也是对毁了秀梅名谢的钱。他一个黑五类，还是结过婚的寡妇，凭什么要1000？ 1000块，你们栽赃陷害，这钱要是不给，我就是死了也不会给老大。老子养了你20年，给你饭吃，让你上学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爹，从小到大家里所有的活都是我做，这些年我赚的每一分钱都交到了你们手里，家里的东西哪样不是我添置的？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怎么到了您这里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？1000，不可能给你的。行，你们不给，我就直接撕了。撕了，我看你敢！你看我敢不敢？不，老二别撕！爹，你就老大比老二有出息，
到时候养老肯定要靠老大。好，就1000块，3天之后我给你。但是现在你给我滚出这个家！我没有你这么丢人现眼的儿子，滚！大冬天的，没房子，没粮食，不冻死也饿死你们！是我连累了你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经宿主觉醒神级赶山系统，赶山打猎气运提升100%。我操，筒子哥，相信我，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可我们住哪里？走，去你住的知青点。想不到你们之前住的地方这么破。当初就是因为知青点太冷，所有知青才住到各家各户的。现在害你跟我出来受罪，和你没关系，反而因为我把你名声给毁了。不得不说，李秀梅长得是真的标致，虽然现在饿得很瘦，但身上的那股子灵气是怎么都挡不住的。虽然说咱们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，但我还是想问你一遍，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都是因为我，害你工作丢了，家里也不接济我们，咱们一点吃的都没有，日子可怎么过？你就在家待着，谁叫也别开，吃的东西我来想办法。他肯定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，这冰天雪地的，从哪能弄来吃的？这个还不错，可以当套兔子野鸡。我觉醒了神级赶山系统，这东北老林子里面野狼野猪成群结队，还有黑瞎子和老虎。凭啥让咱爹把1000块钱给老二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钱我1分钱也不往外拔。你要是敢背着我，日子你就别想过了。媳妇儿，你放心，我怎么可能往外拔钱？绝对不可能。可咱爸都答应了，没有1000块钱，那你的工作梦也能给，可咋整？老二什么德行你还不知道，他就是觉得咱们设套，而且吧，我觉得这么一闹也不是什么坏事儿。你脑子傻了？这还不是坏事儿？我和爸分析过了，现在是数9腊月，老二走的时候1粒粮食都没有拿走，冷他还能烧柴火对付一下，但是饿呢，他能对付得了？等他饿得实在顶不住的时候，不还是得哭着回来求我们？到时候还不是随便任我们拿捏？到时候不仅那1000块钱回来，还多了一个李秀梅给咱们家当牛做马。爸，你刚刚干嘛去了？我刚从外面听说孟野那小子上山打猎去了。你说他要是真打到猎物，就他从小到大，你见他打过猎吗？装样子，打几个家雀还差不多。赶山打猎，痴心妄想。果然是傻狍子，可惜手里没有弓箭，没有枪，抓不住。要不然搞几头回去能吃好几天。神级赶山系统正在强化陷阱。这兔子还挺肥的，有4、5斤了。这个也挺肥，肉可以吃，毛儿还能卖了换钱。等着，等老子弄到趁手的家伙，你们都是囊中之物。当家的，你回来了。没有抓到猎物也没关系，这大雪天的，隔壁老猎户都不进山了。我挖了野菜，咱们喝野菜汤。只是冬天，野菜也挖不到多少。我真没用，连累梦也饿肚子。不哭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么多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帮我拿剥皮刀来！难道不想吃肉啊？野兔肉、山鸡肉咱们可以吃，皮可以卖了，山鸡的尾羽也可以卖钱。听说集市上有专门收山鸡做标饼的。你真的会赶山打猎？难道这些猎物全都是撞在树上让我捡到的？当家的，你辛苦，你先吃。你也吃。这也太香了！
哪里来得及？一定是偷的，他们哪来的钱？我们去举报他，让保卫科来收拾他。梦魇，我不怕苦，求你别离开我好吗？净说傻话，我为什么要离开你？我怕你一声不吭突然不见了。我有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怎么舍得跑？也难怪她没有安全感。当初她父母紧急跑去湘江，未婚夫因病死在了千里之外，她孤零零一个人跑到东北来当知青。因为长得漂亮，老光棍流氓没少骚扰她，之前更是差点冻死在知青点。明天我就带你去公社领证。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一共是16块7毛1。这么便宜，玉米高粱面1毛，猪肉也才7毛2，钱是真值钱。关键是光有钱也买不到，看来还是得去自由市场换点票才行。刚刚那个人卖了多少钱？16块7毛1。这么多，狗东西，偷这么多，够你进去蹲几年了。这是野兔肉，这是我昨天上山打的，你看这质地，这纹理，新鲜的很。咋卖？1斤8毛，可以用票，也可以用钱。年轻人，能不能再便宜一点？大娘，供销社里面7毛2，我这山里野生的只要8毛。行，给我1条野兔，给我1只山鸡，我也来1条野兔。兄弟，鸡蛋咋卖？8毛。行，给我来点。好嘞。大姐，帮我拿1盒雪花膏，要那个瓶装的。哟，想不到你还是疼媳妇儿的，6毛。大姐，大白兔奶糖多少钱一个？5分钱1颗。来6颗吧。同志，咱们这里有钢丝生铁片吗？有啊。你要多粗的？你要做什么用？家里的地被野猪给拱了，想做几个捕兽夹。另外，我还想买个轮胎，做个独轮手推车。你回来了？买了不少东西，有玉米面，有白面、大米。明天咱们烙饼吃。这是给你的，我看供货社里面很多人都买，也给你买了1盒。我不用这个，退了吧。咱不是说好了不哭了吗？这下甜了吧？你怎么一下子买这么多东西？日子不过了。钱就是用来花的，更别说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。当家的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肯定累坏了，泡泡脚解解乏。上辈子真是太傻，守着这么好一个女人，竟然不知道珍惜。哎呦，你压到我了！哎呦，你压到我了！用铁丝套只能抓一些小型的猎物，想弄大家伙就得用这捕兽夹了。这年头，钢丝性能太差，但做个弹簧还凑合。这次能不能捕到大货，就全靠你们了。就等着你们这群送肉的了。正好秀梅身上那件破棉袄在这天气里面不顶用，弄几张狍子皮做皮袄。我先离开一会儿，省得惊住他们。还行，有4、5斤重。走，过去看看傻狍子有没有逮住。这傻狍子有7、80斤呢，不算最大，但膘挺厚，圆滚滚的。炖的差不多了，一会儿等梦野回来能直接吃。偷鸡贼就在这里！梦野呢？我说这破鞋怎么有梦魇那狗崽子回家求我们，竟然在这里炖上肉了？这肉哪里来的？大嫂，
是梦野去山里面打猎打来的。放屁！老二那窝囊废，我还能不知道他啥时候会打猎的？说肉到底哪儿来的？真的是梦野从山里打来的。不知廉耻的破鞋骗子，装什么糊涂？就老二那样的还能打到猎物，肯定是你们偷来的。就是他要有这本事，我们为啥这么多年我们从没有吃过他打的猎物？李秀梅，你从哪儿弄这么多的肉？就是啊，梦野是什么人？我们从小到大都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他啥时候会打猎了？可就说呢，猎物是那么好打的，这大冬天村头的老刘都歇了。资本家小姐净会用一些歪门邪道。说，梦野的废物把工作介绍信放哪里了？找到了。你不能拿走，那是梦野的工作。还给我们！给脸不要脸的贱货，勾引我儿子，挑唆梦野和我们的关系，我一棒子打死你！妈，我答应村东头的那2个光棍了。别打死了，你们不要我要，我还没尝过资本家小姐呢。偷鸡贼被打死也是白死，不如便宜我们哥俩。弟弟呀，我当哥的先喝头汤。媳妇儿，快出来！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？你个破鞋，竟然还敢反抗！梦野，你个偷鸡贼，还敢回来！梦野，你敢踹我？哎呦啊！你没事吧？你敢打我哥，我跟你拼了！动老子的女人，老子弄不死你！是梦境叫我们来的，是他。残阳，你别血口喷人。老二，你别听他的，我没有。梦境，我让你黑心，我让你坏心眼子，狗东西，狗东西！老二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呦，儿子打亲妈了，大家都快来看啊！给我住手！给我住手！老头子，你快看看这个凿门的，他不光打我，还打老大，你看看把老大打成啥样了！今天你可得用家法好好治治这瘪犊子。上一世，但凡我说过不字，老头子就拿鞭子狠狠抽我，嘴上仁义道德，为了大局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甩你个老邓。爸呀，你可得为我做主，老二这逼崽子下死手啊！你给我闭嘴，还不够给我丢人！这到底是咋回事儿？他们来干什么？你能不知道？我造了什么孽哦，生了这么一个白眼狼！我和老大今天来，就是想看看他过得怎么样，别走歪门邪道。没想到这丧门星竟然偷肉！放屁！老子靠山吃山，打几个猎物，碍你们什么事儿了？你说肉是你打来的，就是你打来的，谁能证明啊？证明？这能不能证明？这傻狍子有7、80斤了吧？这么多的兔子，这得卖不少钱吧？我打的猎物不让我老婆吃，让老大吃，让你吃。这些年我赚的工分、打的猎物，全都交到了家里。老大结婚的彩礼钱我拿的，我也老大不小了。你有问过我吗？我见义勇为救了一个县里的领导，人家给安排个工作，你们设套来回我，
毁人家李秀梅的名声。凭什么我就不能有工作？凭什么我自己打的猎物自己不能吃？都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了，还来吸血，今天就彻底断亲。孟家老二总算开窍了，早就该这么干了。老孟头这么要脸面的人，竟然被儿子断亲。妈，不能断亲啊！胡双刚怀孕，断了亲就吃不上老二的猎物了。再说老二的工作我还没拿到手呢。老二，不是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事儿好商量。谁跟你们是一家人？混账东西！你真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？你这是又想打我？你，老二，咱们是一家人，闹下去丢的是咱们的脸啊！你算计我，把我赶出孟家的时候咋不说是一家人？那我这不是来和你商量来了吗？商量个蛋！我把话撂这儿，谁他动我媳妇儿，我把他剁了喂狗。行，我向你保证，这种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。晚了，断亲！你不要蹬鼻子上脸，我就蹬鼻子上脸了，你能怎么着？老二，断亲了，你以后怎么过？你连个亲戚都没有，靠这个外来寡妇？我就靠他，以后我们两个过自己日子，至少不操心你们过来祸害。造孽呀！怎么回事？堂哥，老二这白眼狼为了一个女人要和我们断亲，你要是不管，我没法活了。村长来了，正好过来做个见证，我要断亲。咋回事？村长，我要举报孟静拐卖妇女，挑唆老光棍光头和残牙，意图侵犯我老婆李秀梅。孟爷真狠，竟然连他哥都举报。这可不能怪人家孟爷，谁让孟静这么畜生了？老二，你胡说什么？孟爷，这可是大事，你有证据吗？就是他们两个，还有人证。光头，孟爷说的可是真的。村长，他血口喷人，李秀梅现在可还没有嫁给孟爷，我们给光头残牙说媒不犯法。至于光头残牙两个人过来就动手，与我们没有关系。老二，你是想逼死我吗？哎呦，不孝子要逼死亲娘了！那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呸！真不是东西。秀梅都结婚了，还介绍给光头哥俩。王芳是坏，但背后都是孟贺这老东西的主意。这么要脸的一个人，想不到竟然做出这种事儿。这种事情，他们都能干得出来。我要断亲，断亲不可能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老二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，让大家都看看你是怎么逼死你老娘的。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，儿子要逼死娘。好啊，你死，我给你踹凳子。我帮你踹凳子！挨欠刀的，你！我就知道这老东西就是装样子，想死的都是自己躲屋里上吊了。你要是不断亲，我现在就去告治安队，让老大去蹲巴黎子。老孟头，你也是要脸的人，再闹下去，咱老脸往哪儿搁？好，今天断亲！哎呦，造孽呀！断就断，你回去拿纸笔过来。老头子，不能啊！这快去！老二，你真的要断亲？断。那行吧。好，既然你非要断亲，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家里的一分地、一粒粮食，你都不能要。好，我都不要。而且这煤矿的工作你也必须让给你哥。没错，工作必须让给我。村长，我们家的情况你再清楚不过，家里的工分都是我挣的，家里的钱也是我赚的，这份工作是我救了人，人家帮我的，怎么就要让给他们？如果这样，那我现在就告治安队。你不是指望老大吗？
去牢里面指望吧。哎呀，老孟，你总不能眼看着老大进去吧？好，把钱给他，断吧，断得干干净净的，我们老死不相往来。签字。那2个光棍被送治安所，即便不吃花生米也出不来了，以后没人敢再欺负你。孟爷，是我的错，害你连家人都没有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他们不配有你这么好的儿媳妇。孟爷，你给我钱干什么？这钱你拿着，不仅这个钱，以后咱们家的钱都给你。来，我们吃饭。那我去端。你就坐这儿，我去。来，张嘴。孟爷，门还没有关。秀苗，明天我去县城买点高中教材。我听说国家明年准备开启高考，咱们一起学，到时候彻底离开这地方。当家的，今天你又往老林子？趁着天不错，进山里看看我之前下的铁丝套和捕兽夹。那你可小心点儿。听村子里面有人说，邻村有人上山被熊瞎子给掏了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不是人，也不是狼，是大家伙。这是熊瞎子从冬眠里饿醒了，出来觅食，把我猎到的狍子给吃了。可惜没有猎枪，要不然一枪撂倒。秀梅还等着我回去呢，不能冒险。检测到野山参，是棒杵，而且是5品叶，起码30年以上了。锁棒锤。终于出来了。这么大野猪！救救我！我的娘嘞！跑！这枪根本打不透野猪皮！哎呀妈呀！这一枪正中眼睛，贯穿脑袋。要不是孟野这一枪，咱们真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孟野兄弟，这得有100多米了，咋做到的？运气。孟丽还在水里，快搭把手。对，快！獠牙扎透了，得赶紧送医院。你们2个过来，一会儿想办法把野猪给弄回去。快放下来！伤哪儿了？还好，骨头没有事儿，养2个月就能活蹦乱跳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医生，麻烦你给孟爷也开点药，
他刚刚下水救孟丽，浑身湿透了。跳冰水救人，哎呦，这都发烧了。孟爷啊，你放心，治病的钱我们护林队出。孟爷，你咋了？没事儿。还说没事儿，这都湿透了，快换上。孟爷，你小子找了一个好媳妇儿啊！对了，野猪，我让那2个小子先拉回护林队了。行，到时候给护林队的每个人也分2斤回去。你救了我们一命，我再要你的野猪肉，这脸往哪儿搁呀？王叔，你们护林队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以前对我也照顾，给你们分点是应该的。再说，我想让王叔帮忙招呼一下，用野猪肉和乡亲们换一些粮食。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肉8毛1斤，也可以4斤大米换1斤肉，2斤鸡蛋换1斤肉。都别急，这个野猪很大，够你们换。队长，谁打的野猪啊？说起来，打野猪的还是你家亲戚。我家亲戚？难道是我娘家兄弟打的？那我还排啥队呀？胡爽，你赶着投胎呢？没听见吗？野猪肉是我娘家人打的，再逼逼一句，一口肉你也吃不上。你干嘛呢？白拿呀？不是说是我娘家人打的吗？谁告诉你是你娘家人打的了？谁告诉你是你娘家人打的了？孟爷，你身体好了？我这身体年轻抗造。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这挨千刀的？王叔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孟爷他1粒粮食都没有，他吃得起吗？你给我放下！这肉是我们家的。你个瘪犊子，你是怎么舔着个屁脸白拿猪肉的？活不起就别活！带着你家丧门星赶紧滚回去！孟爷是我救命恩人，他不打女人，我可不惯着你。这野猪本来就是人家孟爷打的，轮得到你瞎逼逼？野猪是他打的？我替你做主了，这肉分给谁也不分给老孟家。媳妇儿，猪肉换回来了。媳妇儿，肉呢？早问的，那野猪是孟爷打的，背后还有王林撑腰，其他人都换，唯独咱家不换，还打了我一个大逼斗。爸，我可是替你们老孟家的生了2个儿子，都多少天没有吃过荤腥了，我能受得住，你们的大孙子受得住吗？奶奶，我要吃肉！这挨千刀的，打了野猪肉，竟然不乖乖拿过来孝敬我们，还敢打他嫂子，看我不收拾他！老大，走！都给我滚回来！当爹的问儿子要，我不要脸的吗？都给我等着！我就不信这瘪犊子玩意儿还能不认他爹！晚上就不要做饭了，等着老二送过来。爹说的没错，我们就等着。孟爷啊，真是多亏你，咱们村子才能跟着你沾点口福。王叔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也是碰巧遇到了。你呀，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，吱一声。王叔，还真是有件事儿，我想整一个猎枪。这东西还真不好办，护林队里面的枪也没法借给你。王叔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想让您帮忙开一张狩猎证。你早说呀，这个简单。我说爹啊，这天都黑透了，隔壁刘赖子家的猪肉味都飘过来了。你急什么？这太阳才刚落下去，老二肯定会送来的。孟老二，这个畜生！哎呦！我的命好苦啊，嫁到他们老孟家，
你在家待着，我去集市上把东西卖掉，把门锁好。孟静，好久不见你耍钱了。不了，我明天得去煤矿上班呢。都有正式工作了，那更得去放松一下了。不是我，野猪皮不属于国家统购名贵毛皮，供销社那边基本上不收，即便收也是按照劣质杂皮收，还得来黑市。小兄弟，你这野猪皮什么价？您一看就是行家，你看着给就行。陈江河，20年之后的辽省首富，想不到现在就已经开始跑单帮。整张猪皮，毛厚板好，品相不错，我给你28块钱一张。行，这里还有几张野兔子皮和几只山鸡，你也一块收了吧。供销社那边1块钱一张，我给你2块。一只山鸡给你3块钱，咋样？行，老板给的价格实在。你们乡下人抓这玩意儿不容易，再说我也想找稳定货源。不瞒你说，我在老毛子那边有稳定客户，以后有好东西你可以直接找我。行，以后我都找你。野猪皮加上6只月兔皮，3只山鸡，一共49块，给你凑个整，50块。老板爽利。老板，我这儿有个好东西，你收吗？东西，好东西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换个地方。陈老板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仅次于6品叶参王的5品叶，大条灵体锦皮，40年以上的野山参，我给你700块，你看行吗？陈老板实在，我也不虚头叨脑，咱们痛痛快快成交。大兄弟，你数数，一点没错。对了，陈大哥，您手上有工业券吗？我想和你换一点。有，你需要多少张？手表要几张？国产的10张，进口的20张。国产的就行。另外，我还想和您换一张手表票。黑市上一张券1块5，我给你1块。手表票我给你最低价30块钱。给我来15张工业券，再加上1张鞋票和3张布票。陈老板，多谢，以后有野货我肯定给你送过来。客气啥？你有好货，我有销路。老毛子那边叫合作共赢。我哥攒了2个月工资，给我买了的确良。马上开春了，碎花布做衣服，穿上指定俊。小伙子，给媳妇儿扯布，大花布做棉袄，喜庆又亮眼；素色的可以做配衬奶兜子，干净又利索。帮我扯一块红底大花布，再来一块蓝色碎花布，再来一块素色的，一共24块。秀眉娇小，穿着鞋肯定嘎嘎好看。同志，要一双36码的。哼，一双18，再加上1张鞋票。小伙子敞亮，你媳妇儿摊上你这样的老爷们儿有福气啊！小伙子干啥的？出手这么阔，做生意的？哇，长得好看，还这么有钱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就是乡下打猎赶山，赚点零花钱。谁？我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当家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怎么，泡不回来？讨厌，我就是。放心，我知道你在害怕。等咱再攒点钱，到时候咱们搬到镇子上，彻底离开孟家庄，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关系。你真的为了我，要和父母彻底断亲？老大经常在外面耍钱，钱是被债主堵在家里，老妈非逼着自己给老大还债。媳妇儿，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
我不要，当家的你赶紧退掉，不如买点粮食。买都买了，退什么？你换上我看看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这皮鞋已经够了，你快把手表给退了，这太贵重了。你要是不戴，那我扔了。不要！秀梅，我的女人，别人有的你要有，别人没有的你也要有。我都已经快10年没有见过手表了，当家的，我在家不需要手表，你打猎赶山需要看时间。这是女士手表，我戴不上。当家的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孟爷啊，你的狩猎证办好了。谢王叔，和你说个事儿，护林队的名额你也知道，老何到岁数了，当初你爹想给老大安排，我都没有答应。我希望你能加入进来。谢王叔的好心，但我这人散漫惯了，性格又不好，容易给您捅娄子。不耽误，平时就训练、打趴，年底还有补助。不了叔，我就喜欢打猎赶山。再说我得赚钱盖房子，让秀梅过好日子。孟爷在吗？孟爷啊，三叔公也没有什么钱，给你提点白糖。三叔公，你这是干啥？你要不收下，我就给你跪下了。不是你救孟丽，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孟爷，三叔公给你，你就收下，要不然三叔公心里难受。行吧，三叔公，你等一下。三叔公，家里野猪肉吃不完，你给孟丽带回去补补。这怎么使的？三叔公，孟丽受这么重的伤，确实需要补补。我记得三叔公手里好像有把双管猎枪吧？没错，我手上有一把鹰牌16号，后来腿瘸了就没有用了。三叔公，你那枪能卖给我吗？别人买我还真舍不得，但你小子，我卖了。三叔公，你数数，80块钱。孟爷，这新的也才120，你这……三叔公，这年头谁都不容易。再说孟丽这伤要躺好几个月，您就收下吧。这孩子仁义，你爹妈也是老糊涂啊。秀梅，我进山一趟。今天天色不早了，不进去太深，早点回来。放心，我就试试枪，半天功夫就回来。破鞋骗子，竟然有这么多钱！真是傻狍子又跑回来了，不过剩下几只是母狍子，看样子抱崽了，就不打了。这里狼打过架。就剩你一个了，那就跟我走吧。以后你就叫追风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老东西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欠债，狗东西，你又去赌了？你是怎么和我保证的？老东西，别在这儿演戏了，拿钱，1000块。多少？1000块？今天见不到钱，我就剁你儿子一只手。有钱，我们家老二有钱，我带你们去取钱。
在哪儿？就是这里。我们家老二家里有钱，我看到了。你们干什么？你吵吵把火什么？你们不能拿，那是我们的钱，那是孟爷打猎赚的。这哪是你的钱？哪是我儿子的钱？我老孟家的钱。要不是你这骚货，我儿子怎么会不听我们的话？孟家老大，这只有700块钱，还有一块2手的手表，算你800，还差200呢。求您再宽限几天，我家老二去打猎了，等他打猎回来，卖了钱一定还你。这傻狍子还是3只。孟爷本事真大，皮子卖到县城里面1张好几十呢。三叔公，孟丽恢复的咋样了？一会儿去家里那点肉给孟丽再补补。不来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肉你自己留着。三叔公，孟爷打了那么多，你为啥不让他给大伙分点肉？就是打那么多，他吃得了吗？孟爷落难的时候，你们给过人家1粒粮食吗？之前还想抢人家的肉，凭啥分你们？滚犊子玩意儿！你们家老二啥时候回来？要不然砍他一根手指头算了。爸妈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要不然这样，这女人盘量调正，借我爽2个月，顶那200块钱。这，哼，走。放开我媳妇儿！老二，你咋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老二，你可回来了！老大要被人剁手，我们来找你要点钱，李秀梅就疯了一样。3只狍子，这下好了，你快把打到的猎物卖了，给老大补上窟窿。3只狍子，肉和皮要是卖了，好几百块钱了，不仅能还上钱债，还能剩下钱再去赌一把。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当家的，他们把咱家的钱和手表都抢走了。前世就是因为给老大还赌债，导致秀腾差点难产死掉，彻底心灰意冷离开。拿来吧你！孟爷，这是家里最后一点钱了，不能动啊！我马上要生了，你为什么？你大哥也有家庭，总不能养你一辈子。呸！你都残废了，怎么不去死？钱呢？就你特么叫孟爷啊！你老婆已经被你家抵给我了。哎呦！你们还看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钱呢？二爷，我真是不知道是您啊！要是知道，打死我也不敢来。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要不然见你一次我修理你一次。等一下，二爷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我打你们是因为你们打我媳妇儿的主意，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谁欠你钱你找谁啊？狗东西，你故意骗老子来得罪二爷，还钱！不还钱，你们家老宅就归我了。老二，咱是一家人的。老二，孟京可是你哥，你还是人吗？你个孽种！我是他弟，又不是他爹。我知道你有钱，你先借我1000块钱出来，等过了这个坎儿，我还给你还不行吗？不借。你这是非要逼死我，你才甘心是吧？逼死你，孟静，我还没有和你算账，你个畜生！不许打老大！我怎么跟你们说的？谁敢再碰我媳妇儿，我弄死他！老二，你救救你大哥吧，2个孩子还小，不能没有爹呀！他要把我媳妇儿拿去顶债，你还敢来求我？我没打死他就不错了。求我，你不如求求他们2老，他们2个手上有钱。我们哪里有钱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2个自己还存了一笔钱。
不能够啊！我都是背着你们藏的。妈，您不能看着您孙子没有爹呀！爹，你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爹，你有钱也不给我是吧？我要是死了，谁给你们养老？好，这钱我拿。不行，不能啊！那可是咱们的棺材本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不拿钱能怎么样？难道要眼睁看着老大死吗？呸！什么玩意儿？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东西！二爷，你看我这嘴，该打。走，给老子拿钱去！给老子拿来吧你！700块，加上这10个银元，拢共550块，还差250呢。狗东西！3天，3天之内老子要见到钱，要不然剁了你的手！这可怎么办？媳妇儿，你不能走啊！我和你说过，如果你再赌就离。媳妇儿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肯定再也不去了。你拿什么保证？要我不走也行，我弟要结婚了，拿200块钱。哪都要钱，债主那边也还差250块，这可怎么办哦？实在不行，你把工作给卖了吧。爹，工作也输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畜生？老头子，你可不能出事儿啊！你把我的手香给卖了吧。你让我留意的房子，我给你打听好了，就在前面。这个房子要多少钱？1500。这里你也看到了，离着医院、学校都近。不过房东要下个月才能搬出来。好，咱们现在就找东家把房子买下来。这么着急吗？可房东那边要下个月才能腾出来。我现在1刻钟都不想等了。外边这是咋了？熊瞎子进村了，大伙都赶紧躲起来！熊瞎子，咱们在村子边上，熊瞎子如果过来了，咱们最危险。梦野，你干嘛去？那可是熊瞎子，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你躲起来，千万别出来。完犊子！系统强化视觉。一枪打眼睛上了，黑灯瞎火的，你咋做到的？侥幸罢了。好小子，知道你打猎，想不到你这么厉害。要不是你，叔今天就交代了。孟爷啊，我们先帮你把熊瞎子弄回去，一会儿去叔家里喝会儿。王叔，那怎么行？这熊瞎子又不是我一个人打的。你打死的当然是你的，况且你还救了我们。王叔，这么的吧，熊瞎子的熊掌、熊皮和熊胆我拿了，熊瞎子肉分成3份，我自己留1份，1份给今天围捕熊瞎子的护林队，剩下1分分给村里，让村子里面的父老乡亲也吃上一口。好小子，仁义！打小我就知道孟野这小子行。孟野，我媳妇儿妹妹今年刚满18，要不然滚犊子！人家孟爷已经结婚了。孟野兄弟，又有什么好东西？好东西。熊，走，一边走一边说。你这是大到熊瞎子了？
陈老板，你给看看。这熊掌带毛带蹄，一斤给你按8块钱，这差不多10斤，给你80块。这是铜胆，琥珀色，半透明，光泽度高，质地松脆，品质上佳。估计有40克，我给你800块。行，陈老板大气。大兄弟，你是这个。梦野兄弟，还要工业券吗？要，再给我15张。对了，陈大哥有自行车票吗？有，只要有钱，哥都能给你弄到。兄弟想买一辆自行车？给我媳妇儿买一辆。三叔公，这得多少钱啊？还是最贵的永久牌子的。听说这车得200块呢，光有钱还不行，还得有票。三叔公，我还没有回家，先回家一趟。那你快回去吧，别让秀梅等急了。是呀，快回去吧。愣着干嘛？这车专门给你买的。我前天晚上听你说小时候特别喜欢骑自行车，所以我就买了。我说的每句话你怎么都记得？梦野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这太贵了。咱家的每一分钱都是你拿命在山里和豺狼虎豹拼命换来的。我不贪心，只要你以后能安全回来。我答应你，一定平安回来。而且我天生就有赶山的本事，只要不自己作死，就出不了大事儿。以前没有给你买过什么东西，以后我会给你买更多的东西，衣服、首饰，都给你买。什么以前啊？哦，没什么。你碰到我哥就我了。孟家老二买自行车了。姐，爹给我说媳妇儿了，人家要一辆自行车，你之前答应给我的，我不管，反正你要给我。弟呀，姐从哪里给你搞自行车？姐夫有自行车啊？我哪里有自行车？孟野有啊，孟野的不就是你的？要说以前这自行车还真能给你弄来，可现在我怎么有你这样一个窝囊废老爷们儿？你现在就去找老二要！要不到就别回来！弟妹，你在家吗？
大哥，实在对不住，我去给你拿药。过几天县里房子房东就腾出来了，咱们就搬过去。今天大哥来过，被追风给咬了。他来肯定没好事儿。老二，你们家的狼崽子把你大哥给咬了，你得赔钱。老二，你大哥和你有矛盾，可你也不能放狼咬他呀！这让狼咬人也太狠了。大哥不偷自行车，能被咬？那又怎么样？你买自行车不就是让骑的吗？他大哥骑他的自行车天经地义，那是梦野一分钱一分钱挣的，凭什么给老大？你个贱货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竟然敢动我！这是轻的，我早就说过，谁再对秀梅伸手，我就不客气。赶紧走，要是再纠缠，那我就报执法队。大哥偷窃自行车，金额巨大，让他去蹲巴黎子。孟鹤，赶紧带人走吧，不嫌丢人啊！什么玩意儿？偷兄弟的自行车，有本事自己买去。看着孟鹤老脸往哪儿搁？你给我闭嘴！老二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闹来闹去，丢的都是咱老孟家的人。老二，你看这样，自行车算大嫂借你的。打住！咱们已经不是一家了，字儿你签的吗？孟家老二终于觉醒了，脱离这帮吸血虫了。可不嘛，孟家老二能干，都在县城里面买房了。散了，一个个都是碎嘴子。老二，这自行车你真不借是吧？好，你等着！想不到这狗东西这么不识抬举。弟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只要梦魇回不来，就剩下李秀梅一个外来的黑五类，抢房子简直不要太轻松。再把李秀梅一卖，又是一笔。弟啊，这样做会不会有危险？这个办法好，不能这样做啊！废物！你难道不想把债给还了，安生过日子？反正已经断亲了，而且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他不是上山打猎吗？让他回不来就行了。到时候，房子、钱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已经进山了，我们走。你说的方法真的行吗？放心，我问过了，狼群的鼻子很灵，只要用羊内脏怎样掏出来，用绳子拴住，一路走可会顺着血迹追踪过来。不对，这是……
西，这次看你怎么活。彪哥，这把成了，咱可说好了，200块。放心，少不了你们的。狼群怎么朝着我们这边过来了？你们两个狗东西，等等我！爹，我本来只是想把输掉的钱捞回来，没想到又输了。你上次怎么说的？老头子，爸，你不能死，你得帮我拿钱啊！哪里还有钱呢？你爸棺材都被你给卖了。胡彪是不是去干那事儿了？老二如果回不来，那他的房子、自行车钱就都是我们的了。还想坑老子去找孟爷？黑拉哥，你放心，这回老二回不来了，他在山里喂狼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家里没人，难道是真的不回来了？黑大哥，找到了，这是老二在县城里房子的钥匙，至少值1500。哎呦，打了2头狼！孟爷小子太厉害了！三叔公，晚上去我家里拿点狼肉。行，晚上我拿粮食过去换。这娃是谁呀？不知道，脸都被狼给啃坏了，认不出来。孟丽，你快带人挨家挨户问问，看有谁家的后生进山没有回去的。是。你咋来了？我身上1个多月没来了，去公社检查了一下，怀上了。走，回家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大哥，孟爷回来了！你他妈的又想坑我！怎么会？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们在我家干嘛？是他，这狗东西要偷二爷家的东西，被我发现了。哎呦！给老子打！哎呦！哎呦！别打了，再打就打死了！行了，都给我滚出去！二爷，我们这就走。但凡家里要是缺了什么东西，我给这狗东西的屎打出来。老二，你救我呀！老二啊，你得帮帮你大哥呀！我们已经断亲了。孟爷呀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这兄弟之间总会有点小矛盾，这都是小事儿。可现在是你哥生死攸关的时候啊！小矛盾，在你们眼里，大哥诬陷我是小事儿，大哥把秀梅卖给村口光棍是小事儿，大哥偷自行车来家里偷房子钥匙是小事儿。前世大哥拿到工作，把摔断双腿的我扔进雪地里等死，也是小事。老二啊，别说那些没用的，这回你不帮也得帮。老二啊，大哥错了，我这回真知道错了，你就帮哥这一回，我保证不再赌了。
这下老二肯定该拿钱了吧？老二，你就帮帮你大哥，娘知道你从小到大都心善。你先把房子拿出来，抵押给黑赖。只要你大哥过了这个坎儿，以后肯定会记你的情。听听你们说的，是当爹娘能说出来的吗？你个畜生！你哥知道错了，都给你跪下了，你非要逼死他才甘心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被打死了。想要我拿钱也行，你们把孟家老宅过户给我。想要我拿钱也行，你们把孟家老宅过户给我。哪有把祖宅给老二的道理？我还没有死，孟家老宅凭什么过户给你？对，孟家老宅是我们的，不是老大的。爹娘，你们不是说最疼老大吗？咋能这么说？这些年家里都靠我养着，早已经仁至义尽。既然你们二老都不想救老大，那我能有啥说的？爹呀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帮哥一把啊！赌狗不值得同情。你个逆子！我现在就问你一句，拿不拿钱？不拿。乡亲们都来看啊！孟爷这小畜生要逼死爹娘了！小畜生吃家里的、喝家里的、用家里的，被这个贱货迷惑，打骂我和老头子，现在还要逼着他哥去死啊！哎呦，大家都来看啊！孟爷要逼死爹娘了！儿子要逼死爹娘了！哎呦，不孝顺的东西！看把老太太逼成什么样子了！不孝顺父母，滚出村子！这小畜生有钱在县城里面买房子，不孝敬给我们两个，还要让我们把老宅过户给他！我爬起来，再闹我一拐杖下去！三叔公，我教训不孝子，您这是干嘛？你们以前是怎么对孟爷和人家秀埋的？断亲也是你签了字的，凭啥还来祸害人家小两口？你们一家没一个好东西，全都趴在孟爷身上吸血！王芳，别以为撒泼打滚就能让我们相信你。村长来了，村长，你可得给我主持公道啊！他逼着我们把老宅过户给他。村长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，老二他不赡养我们，要逼死我们啊！孟爷的人品，我是知道的。打猎的本事好，救过我们护林队的人，上次打的黑星子也分给你们了。堂哥，你怎么也想着这小崽子说话？我是向着理。村长都这样说了，那肯定是真的了。孟静这瘪犊子，赌鬼一个，他欠的窟窿，凭啥让老二帮他填？刚刚接到消息，孟爷从狼嘴里救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他家人了，是胡家庄的，正是你的弟弟胡彪。你们还不走？王林，你肯定吃孟爷打猎的肉了，要不然你怎么会和他穿一条裤子？你简直胡搅蛮缠！我不管，老大没钱，我和老头子也没钱，老二赚得多就得他掏。今天拿不出来钱，就把县城里面的房子拿出来，反正日子没法过了。这事儿要是不解决，我就到公社告去。你们是真的一点都不嫌丢人是吧？你们告去还敢威胁村长，到时候我们都去帮孟爷作证。对，帮孟爷作证。啊！不要脸的东西，别人不敢打你，我敢打。哎呦！哎。孟家老大，钱呢？还没有筹到钱，能不能再缓缓？缓？要不然拿钱，要不然把房子抵给我。不能签，签了我们住哪里？不签那就剁手！签，我签。老头子，我们没家了。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孟爷，这真的是咱家吗？这么多房间。是咱家，
以后你想睡哪间就睡哪间。以后等咱的孩子长大了，这边上有学校，有医院。咋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感觉像做梦一样。梦野兄弟，恭喜乔迁之喜啊！陈哥过来了。弟妹这手艺没得说，比国营饭店的味道强太多了。陈大哥可真会夸人。我说真的，要不然你们开个饭馆，这样你打的猎物既能卖皮，肉也能卖上高价。别说，我看行。我哪里干得了那个？媳妇儿，我说你干得了就干得了，咱们明天就租个铺面。万一赔了怎么办？不怕，我相信媳妇儿的手艺。媳妇儿，我来了。快来帮忙，马上到饭点了。来了。这味道真不错，下次还来吃，好吃就行。今日一共收了960，抛去成本，今天咱们一天就挣了600块。这样一算，加上咱们之前赚的钱，突破1万了，我们是万元户了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我们赚更多的万元户。哎呀，别闹，明天还得参加高考呢。考完啦，回家。走，咱们今天去买车。三叔公，你上次说的药，我从城里给你捎回来了。你小子现在真是能耐了啊！都开上4个轮子了，在县城里开店了，需要进货，就买了一个。滚回去！老大，粮食借到了吗？没人愿意借给我。看你没出息的样子，要不是你赌，日子能过成这样？都怪老二不帮我们。到现在了，还怪人家老二，我弟还是人家救的呢。明天咱们就离婚。爽啊！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我怎么活呀？我当初瞎了眼嫁到你们家，但凡你不赌不懒，日子能过成这样，也不用仰仗小叔子过日子，我也不用受村里人的指指点点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天爷呀，你睁睁眼吧！好好的日子怎么就过成了这样？老头子，你怎么样了？老头子，实在不行，让孟静去找老二借点钱。不许去！天底下就没有老子向儿子借钱的道理！我想找孟爷。你先坐下喝点水。弟妹，我不是人，我给你们使坏，陷害老二，你竟然还我保证以后一定痛改前非。你不用向我保证，你伤害的是孟野，等他过来你们自己聊。
梦野，你大哥在店里等你。你来干什么？老二，你就回去看看爸爸，爸快要死了。既然已经断亲了，那你们就和我不再有任何关系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借我点钱。既然都已经断亲了，那我们就没有一丝关系。老二，你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爸死啊？老二，你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爸死啊？那也是你逼死的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老二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赌钱，不该抢你的工作，不该那样对秀琴，更不该害你。我知道，你肯定不相信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想改，无双跟我离了，儿子也带走了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。借钱没有，不过你真要是想要钱，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。老二，你真的愿意给我机会？不是什么好差事，帮饭店倒泔水，你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算了。干，我干。小夏，你带他去后勤熟悉一下环境。晦气，大早上的就碰见倒泔水的。咱们在省城的分店已经开了，你准备啥时候过去？下个月吧，我刚在那边买了一个房子，等收拾好了和秀梅一起过去。行，你看着安排就行，你办事我放心。有可能。设计的真好，以后只要你设计的，我照单全收。李老板客气了，还得仰仗你照顾生意。请问你认识李楚维吗？你是？点头。这么多年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小妹。梦境，老板叫你发薪水了。来了。你这个月的工资是65块，拿好。恭喜恭喜，你们两个都考上了京都的大学，这以后我得仰仗你们喽。这几年我的皮革厂多亏了你，生意火爆，而且你说的野生动物保护现在也施行了。幸亏你让我早点转型，要不然真亏麻了。那也是因为陈大哥魄力强，提前布局。公司可是有你30%的股份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陈大哥不是想把生意做到京都吗？正好咱们一起出发。我回来了。咱家老大终于正干了。我们对不起老二啊。爸，我已经把咱们原来的宅子买回来了，等过段时间我就把胡双和孩子接回来。老大，有时间帮我把这双鞋给梦野。妈，你自己给他吧。我没脸见他呀。按照你的想法，咱们这批货已经开始销往欧洲国家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大生产，想办法多拿点地。好，我听你的。
过几天公司上市，到时候我们一起飞湘江吧，也见一下岳父岳母。好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守护住了妻女，我和秀梅的事业也做大做强，走向了全世界。